嘛传好啊。咱好，大家成就拢传好，足期待。咱欢迎李秀老师甲咱今仔日公告吼。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我这个活动吼。啊，金伟老师吼，伊用这个课程，我感觉这个课程真好啦吼。啊，阮边仔个小白讲围棋，啥物叫围棋呢？来讲扫帚星，你知影嘛吼？来，伊有一个足神奇的哦，就是讲，伊张是迄个做迄个顶吼，迄月种月亮想到足悬的，有顶遐爱每一个人拢会拄啦。做事的，啊，迄个一个内子的外台，迄个外围的迄个所在吼，要真正回起吼，爱用，伊拢用足紧的速度，啊，就回过土顶，回过了后呢，足神奇哦，伊回起伊会带来一个什么礼物？礼物就是讲，什么礼物？你敢知影？唔知影吼，什么礼物知影无？学前课唔知对吧？好，啊。足神奇的礼物，电话你嘛唔知影，吼。啊，过来呢，迄个新的星吼，就会真大，天空顶。啊，大家车的时阵，伫咧讲，下几啊对，伊要坐椅啊，小坐恁的椅啊。你兜有做啥？有做啥物？叫啥物？我第一声讲，动物红啊，我叫动物红啊。我第一声讲，动物红啊，对无？嘿吼，动物红啊。啊，你看哦，伊内底红有介济，伊迄足神奇哦。暗时啊，这红啊就拢会叮当。啊，你看叮当这只啥物？灯暗路，灯暗路吼，你看有一只熊，小只鱼，你看伊安尼溜落来，吼，伊我做看伊这只叫啥物？灯暗路，哦，你看啦，灯暗路，啊，这呢，小熊，嘿，第一叫小熊，嘿对。等老师问问题，你若讲对的人，老师会来答是唔济，啊，搁带你的目睭，吼，啊，你会完成吼，来。啊，等下再换一件，啊，这上看后你看哦，这叫什么？大只鱼嘛，对吧？伊要看啥物？看册哦，你看册对。啊，你看册时就伫遐念吼，就讲哦，气球飞伫天顶，就要足悬的。啊，我一看就足大的哪里，啊，佫有高山啦，啊，佫有草原啦，啊，佫是什么？龟头顶看袂拢足水。这大只鱼嘛，吼，老师讲这就是咱下面问一问题啊。啊，这叫啥物？青哦，你台语也对我讲啊，青叫，这叫啥？米露，这叫啥？这叫啥？大青。哎，你嘛知大青啊？你帅哥啊，美女？查某诶。查某。加倍。假使也做咧，那个真漂亮嘞。来，啊，再看，来你即摆搁看，这叫啥物？这叫讲的灯暗路，这小鱼对吧？啊，这呢，大只鱼，啊，这呢，你想我讲啥物？大青对。哎，啊，这叫啥物？高山啊，对吧？好，啊，你来看哦，这叫什么？好啊，牛河，你第一个讲这个，快点去过哦。因后来吼，我讲，我等下过。后来念册时呢，我就看讲，伊念迄本册内底有个，迄个快乐王国，就讲，因听人讲快乐王国了，就足欢喜的，而且大家拢讲无声，我内底是差，差到吼是讲，哦。就是讲，哦，我效果我足无容易的吼，较有啥人晒啥叮当，吼，啊，结果因就是讲听快乐王国大家无声，就无声，想要因为想要创啊，要去王国去，啊，我去过啊，啊，这样吼，我紧，谢谢各位，对，啊，咧这啊，原来这个印度王国吼，就是咱讲快乐王国了吼。你来遮有啥物？哦，这是物件，乐平啦吼，你看，遮有足侪游乐场的设施。你是毋是最爱去遮耍？会无？袂爱哦。妹妹，你爱耍迄无？来，美女，这爱去无？爱耍迄无？对无？介意也无介意。来，啊，搁来看哦，来，你搁看哦。这游乐王国内底有啥物？有迄个游乐园嘛吼，啊，搁一个加州的市场，啥物加州？跳蚤，哦，跳蚤市场。跳蚤市场就是卖足侪物件，对吧？好，啊来，过来看，啊因遮个红仔面看来拢足欢喜，有啥物？有啥食，有啥走，有啥耍，所以大家拢真欢喜。啊，佫上好是闻啥味？迄个棉仔糖的味，吼，就是空气中，空气中的
小运动快。啊，这只什么？我做唔食。啊，大青菜。啊，这个呢？好，对吧？这派好对吧？有人当唔是做啊，你选西哦，你唔选好。来，啊，过来呢，好，这只，这只。好，来，这只什么？苗啊，好来，我会去打一种。来，你两个选，你选什么？妹妹呢？哎，妹妹。妹妹。这样，回来大青哦，啊你呢？妈妈真厉害呢，你讲知影呢。等下我讲吼，你有回答，我等下无问题，有回答你将伊目睭来完成吼，搭你目睭头顶吼。同学，来一条爸爸。等下他会妈妈搭给好水，好水，他的面会搭俾好暖。来啊，你搁看啊吼，来继续，恁大家讲俩吼，来恁来看回答问题哦嘿，你头一个。我给你的题目是我重复。来，即摆开始举，来用口的，你举手过来，举手好啊，来，这只叫啥？哎，你也真厉害！顺手举手，顺手讲咧抢答。抢答，来你讲，来，长牙路你看，两个拢会晓讲，低龄甲长牙路会晓讲，来答。金牛。你要答吗？好，答一题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用嘿，你帮我用下面。答对，来你改答我。嘿，来你改答嘿，3套3套。好，到你来，我好互动一下，对好。好，来继续哦，来，再答应讲了，来过来，这只什么？来牙出，你用过来，来美女，有美女机会来一个，这只什么？什么盐？我这盐嘛，我紧啊，弄晒。你只要回答到啦，什么盐？咱歹势啦。啊，哎，你讲一个我紧嘞，哎呀，我今仔提醒嘞。啊，你第一名呢？对啊，你今仔第一名，啊，好水诶，挺水诶。咱目睭就做完。等下是咧讲。我回答。好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哦，哦，你有够厉害啦！来，目睭搁要完成题。哦，成绩这个好呢，成绩今日这么高讲的。够好的啦，很厉害。来，恁这学习了，来个来，这个较简单，来，我你讲我美女，来，这只叫啥？哪边直接在讲？你学这讲一个，这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有机会我讲一下吧。你用帅哥讲起来，帅哥来，你要你答。今日唔知咧必须。系啊，歹势啊，如果叫美女，我就要。爱就是正，就是安尼啊。我今天讲美女，我答的你麻烦呢。美女，来，我请我你答一个。好吧，那你嘛提一个人来。提一个人啊，来，好吧，你家答，我咪用，你家答，你家出。我提啦，好吧，大家吧。你讲其中一好，个。等下你讲什么？我报第二名，继续讲过。好，再来你讲这个英国迄个快乐王国内底，伊阁有足好耍的所在，有啥物？你也看，才有迄个卖食的物件，这啥物？迄个，伊讲吼，这个喷水池遮吼，真闹热，有啥人是遮？伊阁是大的，对无？吼，啊，阁有啥物？有啤酒，啊，阁有啥物？你讲嘛？高山啊，高山啊，对吧？是咩啊？对，啊，阁有狗啊，你看狗啊，狗是对，免洗对，狗对，要比我紧要比，来，对，哦，到你，哎，你叫啥物？高山啊，几点嘞？哦，高啊，对对，高吗？我好多海狗啊，对，海狗，海狗嘛是狗，我见嘛是狗啦，狗啦，哎呀，你厉害，有狗就好啊，海狗好水晶，啊，明明你那错，你好水晶，目睭无。哦，迄是，来过来你来看，伊讲吼，这个游乐园内底来足济动物红啊，吼，啊足闹热，吼，啊才有动天的，就是讲天的吼，一个南边厅，南边厅坐出个人，坐这只啥物？这个西。
目睭你完成未？完成。来，等下去甲先，等你也等下，你家己画哦，你也讲给我。来，阮写，你活动还要继续讲哦，等下佫有时间吼，你当几件3件。好啊，你也看来，恁这看车吼，这出来是正西，啊，这什么？嘿，美丽，美丽，你讲什么路？什么路？你讲袂，你喙拢金口拢袂开咧，什么路？伊也毋知是安怎，我以前对啊，做外拍的吼。今日订吃饱。我来叫你。好来，你看见咯？伊头顶这什么？气球。好啦，来完。来，你要看画人的地啦，你要看画人去看物件吼，食买物件啊，做老热嘞。啊，有一个，这是阿公伊遐看。哦，来到这对，来赶快咯，这是一个路边，当然这一个有热团队吼。你看这水池啊，有啥物物件？啊，系对，啊，个啥物？牛啊，嘿，啊，这啥？四块啊，什么？参加啊，4块。啊，安菇，乌菇啦，乌呀，哦，你爱这呀？你爱这，哦，来，过来，这嘛，鱼啊，按量，这个一百量，鱼啊，吃啥物？鱼，啊那这个，阿鱼啊，对，阿鱼啊，加遐牛啊，啊这个上好些啥？高啊，啊这只来，我做爱量，我做爱弄。吉林龙，啊这只嘞？大青，来，一生个高啊嘛。高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啊，过来看大树，大树伫遮，哦，啊过来，你看伊伫迄个农场内底哦，伊啊，啊，你嘛做爱高山啊？你讲树，嘛袂错嘛，你应该树杨花树，杨花对吼，杨花乖啦。高山啊，你也看打迄个杨花嘛，真迄个毛啊，你做啥物？做啥？来，多谢兄弟。啊，内底有鸡啊无？你去找泡鸡啊无？你找鸡啊找干嘛？你找着鸡啊，搁甲你打一个，你也好，我来打一个。你去边？啊，无这个打一个。
袂回答咯，你讲。刚刚帅哥妈妈，帅哥讲，帅哥，酒喝。帅哥讲嘞，美丽丽呢？我找一个简单的嘛。这家伙，这叫啥嘢？拢讲等什么？这个你紧泡到怎么落去？等什么？等阿爸，哎对，阿哥叫阿姨弄妈妈讲，我在。嘿，好啦，你反正讲。啊，妹妹啦，那，那会厉害，这边啦。是啦，你这美丽啦，哦，姐姐啦，哦，爱叫姐姐，袂使叫妹妹哦。妹妹也动作练习，因为这姐姐啊，跟姐姐，当姐姐。来，多谢多谢。哦，妹妹你做你啦。来，过来，你呢？来，你教你真系是无关。来，你也看恁个讲看龙，你老看来，你只鸡啊是只？啊，这什么？大鱼啊？啊，对。多谢。咁只鸡啊拍手讲，又到厉害，手动来。你就是鸡啊吼，你属鸡的吼。啊，恁睇看龙牛，嘿，属鸡啦。龙牛这是什么？清香的什么？草味，啊，搁有什么？第三香是什么？一个啊，是阳春的鱼蛋，哦，哦，啊，摆伊龙牛内底有足侪工作爱做，哦，啊，拢真重哦，每一个拢有伊的工课，哦，啊，伊的鱼大家拢有工来做，啊，所以拢经营了真好，啥物物件拢有，哦，恁弟仔拢无讲，恁敢叫老师？是姓李的吗？无啊。去藏地，无吧？都无去。来，你老师你是吗？但是我是哦，你姓什么？你姓朱啦，我姓朱元璋的朱嘛，那个朱嘛。朱元璋的，对啊，对王黑嘛。来，你看这是一个什么？厝什么厝？对哦，妈妈你股票学校来，你来看学校哦。学校内底有什么？来，你看哦，来。妈妈嘛真老的吼，来遮你也看，足侪人伫遮种什么？种一寡花啊、甲草啊，是安怎？种树啊个。有啥种树啊？哎对哦，种树啊，花草嘛拢会使。种树啊。你有什么？对，什么花？什么草拢有吼。你好，迄个什么？内底什么花草就是，啊，所以这个大部分的种好草拢是。啊，我感觉。来，啊，快你也看，主任老师伫外口带恁来观察大树。啊，这只什么？啊，什么叫？高汤鱼。对，高汤，按高叫高汤鱼嘛是，都会使。啊，来，啊过来，你也看，伊仔去按，伊仔老师带因遮伫遐看洗哩，拢伫遐洗，都会不清楚。无一定嘛，伊也无一定。我来是我比啦，我加料的啦，我袂使加料啊，老师加料啦。伊无承认伊是老师。啊，你也看这哦，你也看头顶，哦，因有啦，有啦，有成啊，你敢有成呀？对啦，我是老师，我今日会加料。是老师。哦，是是老师哦。我知啊。你也到遮足侪人伫遮算什么？一寡算命，拢伫遮算命条了。啊喂，有人伫遐唱歌，你也讲唱伊活动，你也说啊，这有人伫遐算什么？你上爱，啊，你有种花、种水、种青蛙，哦。啊来，你也搁看头顶哦，看遮有人伫遐上课，对无？啊，这做什么？来，实验课，作文课，我这叫作文课。啊，搁有一个是算术，算术我这嘛算术。无这音乐课，啊，这个是回答，这个课是算术。啊，搁音乐伫对，音乐课伫对。多谢音乐。哦好。但这个这个简单。带你看偌远。要你用回答你带你来，我看你的。啊，你目睭还未完成呢？系啊，你等下是用来我遮补充。来，过来看遮，你也看，哦，大家吼，大家拢伫这边哈，啊，好，啊，而且吼，都拢做，大家拢做兴趣的吼。来，上尾，来到遮，暑假到哦，游乐国，哦，海边啊，海边了，海边就是哪？吼，有
我上爱真正大，真正大枪了，大枪嘿，大枪对哇？你爸做爱大枪的吼。啊，过来呢，佫有啥物？佫有啥物？动物拢比较少，啊，这叫啥物？海底啊，对，海底啊。到你来，啊，这来个吹我吹看，这叫啥物？帅哥。塞克。叫啥？好。老师有讲起来答。来，啊，你来看伊个规底啊生。风吹哦，生风吹。啊是，嘿，啊你看有个人做游泳的，有个人做哪？伫遐啉凉水啦，哦，啊晒日头啦，哇，这伫遐晒日头啦，这伫遐啉凉水。啊后来了嘛，车上好是拢去对耍，山哪这山，爬山对吧？啊，去遐野餐，来野餐，哇，野餐，啊，我人坐咩？坐什么？火车。来，你来看啊，去这些人哦，啊，这空气真好，大家拢来讲。来，我来问。嘿，佫放我身上，你也袂搞嘛？我就是要过来，都无人讲。来，妹妹，来你来看哦，这啥物？我拢问上简单的啦，来，啥物？你金扣几个？你叫啥？收会起来无？最好讲的，最好讲的，哎，你讲什么？因为我就答案来讲嘛嘞。系啊。叫啥物名？你叫啥名？你年轻啦。你讲一讲是，把你讲一个就好啦，你袂记得完。讲一个是你喏，对嘛喏？嘿，对，有讲啊来。后尾头打讲，你头打。嘿，第六，你讲。我细声我拢无听。好啦，你有讲，最厉害啦。你讲要讲我听俩对无？来。真。哦，完成啊，有够够的啦。你家答，你家啦，卖老师在。哦，够厉害啦！哦，你也知道好老师，辛苦嘛吼，比较辛苦，应该不辛苦嘛。辛苦嘛，啊，拢你捌去过？哦，啊，辛苦啊。哦，你买囡仔？来，继续看表，下来。来，你来看要轻松啊！来，你看轻松了，大家想要摆食，因为因咩啦？恢复原来的所在啊，就是讲袂紧张啊，因为饲有互因力量对无？因较有哪紧张？哦，伊个等于红是拢袂紧张，动物红伊个会紧张，袂流利用迄个 AI 人工智慧种。AI， 对啊，即摆用 AI 多好用嘞。无啊，后摆 AI 变啊。这样会起做不生气哦，你跟理解哦，你就相信。哎，叫大家啦，来看，高三那种啊，去上，要坐，去上来就迄个意念啊。好，迄个第二讲了哦，伊就是讲啊，有诶吼，伫遐弄来弄去啊，讲我嘛要排队，我来排队。哦，啊，上尾即只啥？惊上班，来，然后有一个人讲，对，伊惊上班诶，所以如果你等我一下吼，啊个。这些拢爱摆伫衫边，是啊，西的边，因为这西吼，大家讲我该摆做，做没好，来，高三啊，你看，伊讲来讲迄种迄个，大家叫大家笑者，哦，当然我是一张上少的，啊，有人使，上尾呢，伊拢去摆好来，摆好了，伊就爱恢复原来，对，我来了，第二天，这个弟弟请来了，上下来。我听红仔是啊，小狗平常，就感觉足奇怪。伊讲伊计发电，发现伫迄个桌顶有一张翕相，纸拢是伊去做伙相，哦，啊伊就发现讲，哇，这到底是啥物？哎呀，感觉足奇怪。结果伊去暗哦，伊想讲，就是卖关于人拢爱，伊要看卖要观察，这物件听来紧张。伊感觉讲为啥伊会紧张？为啥物件会耍来耍去？嘿，啊所以呢，伊去暗哦，伊又伊暗讲发现啥物事？唔知影嘛，伊好家己想啊。因为俺没讲话。嘛是会使咧讲，哦，你想象力都好诶，哦，你诶想法真好哦，这个甲你搬楼梯过来。安尼，我今仔
我今日讲到遮吼，就是大家吼，3个家庭的迄种来参加阮这个活动庆祝吼，后礼拜吼，阮的善良老师，你来当你当每回，后礼拜过来一组，善老师嘛做我讲的，是着。我今仔等下吼，恁不管什么人啦吼，包括美女老板吼，啥拢会使家己选吼，看你要选，你要什么物件，你选第你家己就好完成。完成妈妈恁就嘛家己。是要送伊礼物吼，就是你讲可以叫伊家己选。对啦，伊家己选迄个，自己要有啊，自己要有啊。你得家己完成。啊，爸爸妈妈恁就跟当亲子的互动嘛，亲子的互动。最好个啊，你家己遐家庭的要换人来，你家己拣一客啊，拣一客啊，三支，你让妹妹玩，妹妹嘛，只我妹妹袂晓拣，妹妹爱妈妈可以拣，拣好呗。你家己试试咧，家己迄个家己准备到遐尼丰富，就别莫收手机啊！我较无介意讲你来出来。老师讲你有赞无？厉咱即马就家己说过去，小老师你就上，咱就过来继续听大学生。阮是第九组的吼，今仔即组是第九组的吼。会晓讲台语无？一定是会，只是讲好讲歹尔吼。无管讲好讲歹，拢是学习对啊吼。咱逐个嘛是拢爱家己鼓励，对毋对？好，来，请给拍谱啊，第九组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九组。声较大哦，有咧录影。今日要量的是鸟鼠甲虎优待啦，这是咱家己创作的故事，图嘛是家己用，所以可能无解会好。这是讲一个朋友嘛有讲到台南的蒋新达的故事，所以开始以前我想要问，台南有啥物好食的野手物件？野手啊，老师讲野手哦吼，原来这搭皮肤变老师了。霸王。够一样，当伊嘛野手呢，你咧叫伊讲下冰吗？哦，来。上。对，巧克力。咱的故事要开始啊！真久以前，一组就拿来一只3尾巴的鸟鼠，总是足惊虎受拿来上勇的食人。鸟鼠啊，就是尴尬，家己受难，想要变甲像虎共款勇敢，搁好甲人动物拢惊伊，就无人甲伊做朋友，所以伊常常尴尬、孤单甲毋知要安怎。尴尬。一天，鸟鼠遇到虎，一开始鸟鼠啊足惊，搁虎对伊真友善，互鸟鼠啊慢慢尴尬放心，伊静开讲，发现互相拢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就是想要大汉，正做较好的家己。
好甲鸟鼠，好甲鸟鼠仔讲，只要相信家己，勇敢对困难，努力成长，就会当实现梦想。鸟鼠仔嘛甲我讲，虽然因的体型无共，不过伊拢共款，嘛变甲较强壮，互家己变甲较有自信。自信，自信。自信。为着庆祝即个新的友情，好甲鸟鼠仔决定做伙去食台南点心担。因食着上好食的担面，正会子、青甜的牛肉汤，甲在地的米粉，以即个点心台路中，因毋但食着好料的，嘛搁较了解互相的生活甲梦想。伫转厝的路上，虎甲鸟鼠也发现家己已经变甲较自信甲勇敢。勇敢。勇敢。伊就用华语勇敢来安慰。因已经袂搁再惊挑战困难，搁是充满自信甲勇气，迎接未来。即个故事甲咱讲，无论你是虎，还是鸟鼠仔，只要你相信家己，勇敢面对困难，努力成长，你就会当实现梦想。当咱甲别人相比，真正的交情，咱就会使互相帮助。互相帮助。互相帮助。变成变啊，阮的故事就到这，多谢。